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以喬 EQ， 我喺 HKKTA 都已經差不多7年啦。今日好開心可以同梁雪飛同埋菲菲媽咪傾下偈。咁菲菲媽咪啊，菲菲加入咗 HKKTA 之後，你嘅印象最深刻係咩啊？如果講印象最深刻咧，應該係舊年。咁佢被挑選做神奇學生入邊一個main cast 嘅角色啦，咁跟住就有機會參加展演啦。原來咧佢可以背晒9個角色嘅對白嘅，對我嚟講咧係覺得好 amazing 嘅一件事。係啦，咁原來佢就係點解可以做到咧？就係因為有時喺彩排嘅時候未必輪到佢，其實佢得3句對白嘅啫。咁但係佢係留意晒每一個人係講緊乜嘢啦。咁然之後佢仲要係把握每個機會喺我哋嘅親戚朋友啊，或者我自己嘅朋友面前去表演。咁佢不斷反覆練習，最後我見佢原來咁犀利嘅，咁投入去認真做一件事，咁我就順勢啦。咁學校有一個才藝大挑戰嘅比賽，咁不如去正式喺一個舞台上面表演啦。咁佢又真係做得到，咁佢都贏盡即係全場嘅掌聲啦，仲得到一個即係最佳創意獎。咁菲菲媽咪，你覺得菲菲喺呢度學咗啲咩令你值得分享嘅咧？做好一件事，而唔係做咗一件事，同埋係一個群體團體嘅力量去成就一件事要確保自己點，無論考試出題係點問都好，佢係溫到熟到，無論點樣問佢都會識得答嘅。咁我覺得就係透過呢一個喺 HKKTA 嘅機會令佢學識咗點樣去認真去做一件事，做到努力付出100分。我第一年咧係冇對白嘅，但係第2年就好多對白，我冇諗過我可以做得到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KKTA 嘅梁雪飛，我今年8歲，我讀緊保良局陳水仁小學。